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3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小三通当时的开户，指挥官王必胜今仔去金门视察，表示目前无法度评估重新开放，敢会影响台湾的疫情。昨透早刷刷落西路，即时5公分。中央气象局表示讲，拜六礼拜会有2档以来上强的冷气团。美国能源部宣布讲，核融合的实验取得正大的突破，以正少量的电地当产生无限量、零碳排的能源。现在继续来看，因为疫情，金门的小三通已经暂停3档了。防疫放令哦，过年嘛要到，大家拢正关心讲小三通什么时阵会开放。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今仔早起去金门的小三通码头来视察防疫状况。外界是认为讲哦，这有可能是伫要开放咯。也毋过，王必胜是强调讲，这是为着防疫来进行评估，会交予中央来做对决定。上水厅港务人员解说，小三通入境 SOP 流程，万一有入境旅客出现发烧等症状，后一步要如何分流送医，甲后送交通转接等作业。发烧的话，就是请救护车送到医院。这是金门水头码头，也是两华小三通主要负责客运的码头。也毋过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小三通自2020年2月中断以后，到今还未复航。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13拜二特别去金门视察。事实上，王必胜透早就先到卫福部的金门病院，也是岛上唯一的病院，了解当地医疗量能，敢是会当应付紧急医疗需求。特别针对像这个重症哦，那加护病房的床数。哦，那他的人员够不够？甚至他的这个后送机制现在是不是顺畅？哦，这些都有做讨论。两华机场遐两间过去是真侪大商陆生往来两华的重要交通管道，今嘛小三通停驶，两华飞机航班搁限缩，未少大商反映，弄着趁侪想要返台过年，两华机票贵搁歹买，对于厦门伫飞高雄来讲，单程大约都要21000，那为小三通厦门到金门船票加上国内班机，费用只要3000块。之后是不是说因应我们现在中国的疫情比较升高，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还要再看中国这边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金门官府表示，针对复航，金门伫防疫甲交通上拢准备好啊。我们都是比照所有的进出境的口岸来做的，那同时再加上地区因为整体医疗或者是配套的需求再由地区的政府部门来投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金门县政府这一边在现场的准备已经都非常的完整了。另外，金门县长东山镇陈福海甲立委陈克丁12也到中国厦门沟通小三通复航时期。总统府强调，小三通永远需要依据上新疫情发展甲整体评估情势，目前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暂停台湾真侪食品进口，台北出名的嘉德往来所就讲哦，伊是以在地经营为主，所以决定讲无要搁补件咯。卫生福利部部长的试水员今仔早起嘛表示讲，中国的市场虽然大，也毋过风险嘛真悬。小数是强调讲，会继续来协助国内业者来申请注册。中国最近用注册资讯无完整为理由，连续暂停国内2400件水产品、加工类食品、饮品等进口。即马所传出，输去中国的产品，家己注册通过比例比小数推荐注册搁较悬。卫福部长试水员表示，倒一寡项目是推荐，倒一寡项目是家己注册，拢是中国单方面的规定。自行注册的部分其实是这样子，它也是通过食药署这边送过去了，但是食药署是只有传送不做审查。推荐的部分的话，那就必须要帮忙 check 它的内容。根据小数到12早起8点的统计，伫中国海关总署网页显示的台湾食品使用核准状态。有效营出口业者已经为12月70的792件，增加做855件。不过也有未少厂商无意愿补件。根据了解，爱补交的资料已经为贩卖商品，按算销售地主要客群，即嘛被要求补交原工人数、厂房机器等跨悬。甲产品配方甲比例，员工是看下商业机密。6月份接到食药署的通知，要求我们那个
说看所以没有需要补件这样子。我们家本来就没有进出到那个任何的国家，所以就没有这个计划。有一些规模的厂商，其实他们对这点的认知是有的，所以有一些是早都有做一些风险规避的做法，比方说他就放弃或者是把中国的市场的比例缩小。事实上，除了家电，宜美总经理高志平也表示，因为标示的困扰，宜美已经几啊年的时间无外销产品到中国大陆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去中国访问，嘛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来见面，继续讨论拜登甲习近平会谈的相关议题。中国表示讲，双方有讲到台湾等重要敏感的问题。美方嘛表示讲，有搁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甲台湾关系法。另外，日本有可能会伫这礼拜公布新版的安保战略，内容会来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甲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12日伫中国河北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演说摆实伫1年的会谈成果，嘛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做准备。中国外交部是证实讲有讲到台湾的问题，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各层级交往和开展相关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沟通。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ith the PRC, we make very clear that we continue to uphold, to respect our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elements that undergird it, as we continue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that are put forward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也那双方是毋是有讲到近期美国对台军售？普莱斯伊无明确回应，敢若讲一中的政策，还有台湾的关系的立场。不二个有强调美国煞咧会和北京竞争来保卫国际的秩序。也若讲日本这礼拜5望会当来公布新版的保安战略，其中有讲清楚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要来应付台海的变局。日本已经在多个国际场域多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交部首先对此表示肯定与感谢。有关日本政府近期预计公布安保防卫3文件，我方也正密切关注。日本政府把中国的动向甲定位做是进前毋捌看过上介大的战略挑战，这嘛是日本伫2013年制定保安战略以来头一遍来做修订。会煞咧来拟创冲绳的防卫集团来应付台湾有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变甲真凉冷哦，雪山昨透早嘛落雪咯，即时有5公分。中央气象局是表示讲，拜六礼拜会有2冬以来上强的冷气团，农民渔民嘛拢提早做准备，望讲减少损失。高山协助员行咧雪山的主峰。会当看到边仔袂少区域已经被落雪砍掉的。12号半暝啊，雪山的主峰出现落雪，嘛是今年2冬以来第一场的落雪。在早上6点半，所以判断下雪应该是今天凌晨的时候有下雪。目前积雪大概就是4到5公分。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2冬以来上强的冷气团，将在这礼拜六和礼拜日报道，中部地区较看空的所在。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13号上午，已经有不少农民无进行防寒准备，包括种哈密瓜农来救防风房啊冻风，避免他这1个月的哈密瓜栽啊受到伤害。因为几日是温在作物嘛，你要克服迄个气候的困难，就是要做迄个防寒的措施啊。一种是砍迄个塑胶布，一种是砍不织布安尼啦。惊伊的寒害，惊伊寒害啊！惊受到影响的各水稻的园仔业者，嘛拢备好塑胶帆布，也是放水。要因气温低10度时，会当让园仔和冷风隔绝。另外，云林沿海养殖渔民嘛毋敢大意，巡视水车是无正常运转，必要时会抽清水井来提高水温，要来预防连续低温危害养殖生物。记者从台中云林综合报道。
来看国防部指出，讲昨有29架中共的军机，甲3只中共的军舰挖进台湾。面对中国威胁，立委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民防的体系。有专家是指出，讲民防团队要伫战争中来保护基础设施，政府嘛应该要提供训练、提供武器设备，才有法度来发挥效果。中国军机继续招待12有强机29架次，加强舰3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11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面对台海战争的风险，立委建议应该强化民防体系，才能伫战争时期发挥上大战力。需要相应且细致的训练计划跟资源配置，来提升我们的民防系统在面对战争时候的反应能力。那同时也应该要让我们一般的民众知道自己在战争时，在自己熟悉的社区邻里到底能够帮上什么样的忙。伫俄乌战争当中，民防团队发挥真大作用，对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才有帮助。专家指出，民防团队如何保持基础设施的运作，维持平常日常生活，也是重点。不过目前的防护是非常的弱。现代战争的对于整个社会的侵害和易毁性是全面性的，它不单单只是军事部门之间的斗争，而即使是军事部门之间的斗争，也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全局。那这些机关构的防护特种防护团，是不是可以在既有的法律之内，就是包括警械使用条例，至少向后备部队施予轻兵器的训练，在成平时期，也许可以给他们非杀伤性的武器。专家表示，甲其他国家比起来，台湾的国防支出占 GDP 的水平偏低，民防团队的训练时数甲经费也严重欠缺。未来需要调整法规，整合民间团体资源甲人力，提出明确任务分工，才能让民防团队发挥更较大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立委的补选 ，TVBS 发布上新的民调，指出讲国民党王宏伟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吴怡农8趴。针对国军义务役延长的议题，吴怡农是表示讲，有8成的民众认同军事训练改革，甲做兵延长6个月到1冬。吴怡农嘛建议讲，设一个8万人到10万人的国土防卫部队，伫战争的时会当来进行防卫作战，普通时啊来支援救灾。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提出建立8至10万人国土防卫部队正建主张，战时负责城镇防卫作战，平时支援灾害救灾。也进一步指出，中华台湾今年8月民调对义务役延长到6个月至1年，我8成受访者拢表示支持。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警惕，也开始做好准备。那我认为台湾也应该如此我们就在第一线所以我支持全面改革训练内容，并且适当的延长我们的兵役制度。补选战况根据 TVBS 发布上新民调，国民党王宏伟支持度领先吴怡农8个百分点。不过最近拿了聚焦上机迁建议题，王宏伟阁批评民进党执政2年多来，拢无任何规划。在民进党执政下6年来，6年多来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也希望是真的，选举的时候在高谈阔论，但是绝对不能选后不闻不问。针对迁建松山机场政见，吴怡农强调无缩减航线，无牺牲服务品质。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13表示，松山机场每年的课题真多，无法度单一为城市的发展来讲，也有真多因素需要详细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警方伫中华的新港一间铁厝查到制毒的工厂，这间工厂家己种大麻，家己提炼电子烟油，对材料到制作拢总包。另外，台中的警方嘛抓到有人对泰国进口有第4级毒品的减肥药啊，甲这目前是无卖到市面上。加走！警方将嫌犯押落车，要求拍开大门。台中的警方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伫咧中华新港这间铁厝内底，其实有种大麻的工厂，做一个查到嫌犯甲证物。伫遮，这内底拢有嘛？3支无啦，3支尔。剩这3支？用起来就剩3支啊。这2个姓林甲姓瓜的嫌犯，若种大麻，还阁进一步煎大麻油，合成做经济价值较悬的大麻电子烟油。
为在境甲做毒品拢包办，警方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2个嫌犯移送法办。他们在室内使用照明设备来栽种大麻活株，待大麻花成熟后阴干制成大麻毒品，或是进一步萃取大麻油合成大麻电子烟油。另外，刑事局嘛伫咧台中查到毒品，这规箱拢是为泰国进口的减肥药啊，内底有掺第4级毒品西部曲明，伊会当互人的胃口变较歹，毋过嘛较高引起高血压、心脏皮肤彩，甚至是青光死的副作用。有真侪国家拢禁止卖这项减肥药啊，好佳在这批药啊伫咧流入台湾的市场进前，就已经互警方成功拿查。西部曲明为第4级毒品，属于中枢神经抑制剂。除了抑制食欲，同时易引致高血压、心悸、心律不整或猝死等严重副作用。多国均已禁止销售。警方抓到一个菲律宾籍甲一个台湾籍的嫌犯，透过网络进口62罐有西部取名的减肥药啊，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会当判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关系紧张，佮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对2020年开始就暂停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也毋过防疫放令咯，陆委会即马嘛全面开放中国学生会当来台湾。一寡私立大学校长就指出讲，中国学生是两岸的和平大使，强调讲即马是适当的时机，会当来恢复双边的教育交流咯。参加2023中国学生来台就学座谈会，私立大学协进会、私立科大协进会、甲私立教育事业协会，佮有台湾高教3大私校团体校长拢表示讲，因已经准备好啊。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台湾来讲，学费也是相当的便宜，然后这个又是语文啊又没有障碍。在继续恢复之前的专升本，对中国大陆培养实务的建设人才是绝对是正面帮助的。参加座谈的校长表示，伫台湾的中国学生上侪捌外42000人，不过两岸的关系紧张，佮有疫情的影响。2020年开始，中国暂停开放学生来台湾。目前中国学生的学位生有4200多人，研修生是无半个。若台湾伫11月7日开始已经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中国嘛豆豆放令防疫。校长表示，即马是上好的时机，呼吁政府先表达诚意。我大意的呼吁政府应该在这个适当的时机，能够递出一个橄榄枝，加强两岸的交流，尤其在研究生的部分，扩大民间的这种交流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目前的联招管道啊，是由陆联会跟海峡两岸中心，我们建议啊，是不是可以开放各校办理单独招生？不过，中国学生到底敢会当来台湾？中国的态度才是关键。主办座谈会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促进协会表示，先互两岸各界关注这个议题，接落来才甲中国教育部、国务院、佮有各台办表达台湾这边大学的想法，列入参考资料。记者林晓辉、沈志明台北报道。战争佮加上通货膨胀，全世界有真侪国家的好业甲产是愈差愈严重。台湾嘛是同款，民进党立委提出社会救助法第4条的修正法案，嘛要求卫生福利部甲主计总处应该检讨产假线的标准。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无反对，也毋过若需调整，会影响到中央甲地方的财政，所以必须爱斟酌来评估。各种民生用品起被刷，除了民众才有感觉，也冲击中低收入家庭。台湾的顶一摆修法调整产假线的标准，已经是2010年12年前的代志。民进党真侪立委提出修法草案，明定上加生活费的标准为5%下修到3%，构成的影响全台差不多60万中低收入户。我认为大概是在70亿到80亿左右。假设啦哈，如果不计算任何通货膨胀或者是物价调整的话，那所以如果这样的数目字呢是我们的年度预算可以放进去的话，我们所有的委员都很希望行政院可以来从宽认定这样的贫穷线。老社方认为，解决贫富差距上紧的方式，就是将产假线向下骹修正，互中低收甲低收入家庭能真紧得到救助。另外，将条文当中参照改作依据，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那地区最近1年每人应支配所得中位数60%定制，目的就是要互条文法制化也更较明确。那因为调征的这个频率会增加，那它会涉及到18项
法规的一个修正，那行政成本也确实上会变得比较繁复的一些。定这个5%的才去调动，一方面是避免可能主计总处的这个调查会不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抽样的误差，或是比较频繁的一个变动。这项法规虽然参考平均营支配所得调整上计生活费，按多流费认为调整的速度无法度对照物价波动。卫福部是回应，原则上无反对修法，按过因为影响到中央甲地方财政的支出，有关爱主计总处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教育部为着疫情线顶上课的需要，便适当200亿来采购网络甲平板电脑设备的预算，已经等好了，这些设备嘛袂当浪费哦。咱来看台东县有一间偏乡的国校，就利用平板电脑来进行各种真有创意的学习，咱做伙来看卖。台东县太麻里3号国小6年有6个学童，老师伫上国语的时阵，互因一人一台平板电脑来录制广播节目。透过这个广播的写作，会当提悬写文章的能力，还佫有朗读，逐个月拢做一集这个广播，安尼会当来达到国语教学的目标。伫这间国小正接使用平板电脑，因5、6年级混合来教学，学生嘛是一人一台平板咧上课。学生把这个户外网络敲吹到的资料，透过小组整理了后上台来发表，学到真侪物件。我觉得用平板很方便，因为你要记录事情，很快就可以打下来，不用在那边写。因为有做录音的记录回来，其实他们可以再整理资讯。对，老师第一次用，就会发现，孩子在课堂上好像更专注了。那这就是老师的成就，所以他们会一直不断的就是推陈出新啊。学校讲，其实伫疫情进前，有培训老师伫课堂顶悬来上这个数位教学的能力，因为是偏乡学校，教育部伫去年嘛配给予老师甲学生一人一台来使用，搁较来增加老师甲学生使用平板的机会。台东县教育局伊就表示讲，全县目前有14000多台平板，还有笔记器型的这电脑，会要求老师伫课堂顶悬较接来用。我们更重要的是在班级里面、班上的时候，老师如何使用平板来增加我们学生的学习效率，达到有效学习的一个目标。台东县教育处要求大学期老师拢爱有一遍这个数位教学公开课，袂使互平板电脑干那为着疫情安尼全的无咧用。不过嘛是有学校的老师认为讲，班级的人数若是讲有超过20人以上的大班，咧使用的时阵，若是拄碰到硬体的问题，颠倒会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 G7 7大工业国集团的领袖来进行视讯会议。泽伦斯基是呼吁罗西亚伫耶诞节撤军，后面嘛按什么提出第9轮的制裁措施咯？这2天会达成协议。也毋过目前看起来哦，战争毋若无收煞，等到是攻击甲真凶。甲 G7 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视讯会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爱 G7 向乌克兰提供更加侪武器，也呼吁俄罗斯证明放弃侵略，为耶诞节开始撤军。Росії хоча б спробувати довести, що вона здатна відмовитись від агресії. Було б правильним саме на це Різдво почати вивед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 з міжнародно визнаної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Якщо Росія здійснить виведення військ з України, то тим самим буде забезпечено і надій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бойових. 泽伦斯基也表示，俄军火力依然有优势，尤其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和乌克兰有数百万人伫当天零下低温无电通用。乌军最近也主动展开攻击，为防止俄军为克里米亚找救兵，对马里托波连下几粒飞弹。当地市长证实，飞弹拍中俄军军事基地，有数十名入侵者死亡。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втрат, то в цілому на 3 об'єктах втрати рашистів – це десятки безповоротні втрати, а втрати щодо поранених, яких відвезли до шпиталів та до Криму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це сотні, близько 200 рашистів поїхали до шпиталів. 乌东战方共款记咧，俄国军方发布影片显示，无人机对顿涅茨克前线发动攻势了后，造成大规模爆炸。乌克兰也发动火箭炮反击，造成顿涅茨克有真侪点头被毁。外交方面，欧盟外交部长咧讨论针对俄国实施第9轮制裁措施，按算将200个个人甲实体列入制裁对象清单。We discussed the 9 sanctions package.Against Russia, against the Kremlin, for escalating it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But on that, we'll give more details later. We have to continue working. 普瑞希望相近这两天对应对制裁方案达成协议，各国部长也开始针对分散价值20亿欧元、新台币将近650亿的武器到乌克兰展开讨论。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伊朗政府今仔公开处死一个查甫人，伊杀死2个安全部队的成员，这嘛是伊朗一礼拜来第2届处决甲反政府示威有关系的人员。伊朗当局佮强调讲，民众是有批评抗议的权利，也毋过国际社会是拢表示谴责。德国外交部长就批评伊朗这是个台阶架构。美国嘛讲哦，全世界拢有在关心，后面嘛暗示要佮对伊朗提出制裁咯。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上街画高号，爱独裁者去死，因为最近伊朗当局2摆公开处决杀害安全部队的民众。今名23岁查甫人拉纳瓦德，地方逮捕只有23天了后，12就公开执行假刑，罪名是杀害2名安全部队成员。کلیپ‌هایی که برای کلیپ‌های پخش می‌شد که شب‌های مجازی که مثلا دارن می‌زنن یا دارن می‌کشن همین چیزا رو ما می‌دیدیم واقعا می‌کردیم。伊朗的先伫车被处决一名23岁查甫人谢卡里，因为伊举刀伤害一名安全部队成员，家伫德黑兰动路。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伊朗当局想要对至少21个人判死刑，是假审判，真强悍。这场斗争活动示威拖到伊朗全国31省161个城市，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杀倒王室建政以来所拄到的上大挑战。不过伊朗当局辩解，伊朗稳准批评甲抗议。انتقاد و اعتراض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زاده و همه شهروندان می توانند مبتنی بر قوانین و مقررات داخلی دیدگاه‌های خودشون رو، انتقاداتشون رو و حتی اعتراضاتشون رو به گوش مسئولی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سونند. 国际间出现谴责的声音，德国外长批评伊朗公开执行假刑是为了向抗议者抬价架构。美国国务院也警告伊朗，唔拿美国关注这件代志，全世界拢在看。We denounce this draconian treatment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se harsh sentences, and now the first public execution at least, are meant to intimidate Iran's people. They are meant to suppress dissent. I express the concer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ondemnation and the sanc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taken today, both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and for the Iranian support to Ukraine. 普瑞尔表示，欧盟将批准对德黑兰实施一项非常严厉制裁方案。欧盟顶礼拜已经将涉及镇压的20个人甲一个组织列入资产冻结、参签证禁令的黑名单。新措施也要锁定供应莫斯科无人机的制造商甲个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美国能源部长宣布讲，位伫加州旧金山附近的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已经成功进行核融合的实验哦，用真少的电就产生真大量的能源。核融合发电的研究已经有真重要的突破咯。目前全球上普遍的核能发电是属于核分的反应。简单来讲，就是负责较大原子分裂做2个，或者是搁较济较轻较细的原子。核融合的过程是拄啊变过来，也就是互2个，或者是搁较济较轻的原子融合成一个较大较重的原子。核分的原料来自铀元素甲钋元素，爱经过提炼制作出燃料棒。核融合是处向自然界当中存在氢元素。因为核分裂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处理过程甲掩埋场所，以上拢引起重大证据。核融合也产生废料，暗过半衰期地真济。核融合发电甲太阳能形成产生个适合能源原理正共款，暗过核原子的融合需要动用高能雷射，发电进程都要注入大量的能源。所以以前实验都算成功，产生核融合反应，能源输入甲输出无法度符合效益。所以，这摆美国能源部实验成功是相当重要一步。当然，实验成功离实用还有真长的路。
美国能源部的讲法指出，要融合爱护办法甲太阳能、风力电发电方式竞争，才能继续生存。所以，爱靠这种相对清气的方式产生长久能源，和化石燃料发电慢慢退场，也阁需要真侪年的时间。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过来消息来看，为着要幸福民众一个安静的环境哦，高雄市环保局开500万来掠改车也是驾车造成真大噪音的车辆。伫民众哦上直接检举的地点装上新的科技设备。今年哦，这款噪音的案件，民众的检举佮警方的通报，计共是有4000多件，会要求车主哦，着爱限期去检查，无合格就当开出罚单，嘛已经开出800多张咯。你有被通报过吗？没有。好，那应该第一次，就是之后他应该会寄一张，请你去验那个噪音的的通知书。联合半暝改装车的引声引起警方的注意，甲人炸落来。甲车主讲会收到一张需要检查噪音的通知书。改装车常常会改装着排气管，还有车辆引领的零件。半暝要经过着徛街区，更加是影响困民。改装车那个声音太大了。哦，就要砰砰砰，然后人家在睡觉过去，你这晚上骑过去就吵到人家的安宁。这里晚上人静啊，处理这应该爱处理啊。想做？啊，你若想要影响着人的困眠啊。高雄市环保局伫个民众上正检举的热点，亲像是高山区、高山1路、凤山区自强路、金武路等6个所在。设定固定的设备来处理噪音，另外加上一组会当刷叮当的设备来机动处理。透过车牌辨识，那与警察、那监理机关联合稽查，或是透过噪音的一个声音照相科技执法的方式来进行管制。环保局表示，今年接到民众检举，还有警方通报改装车真吵，有4100多件，以南北客上济。受理的件数拢会通知车主限期检查，无合格就开罚，累计已经开出800多张的罚单。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啉酒就千万唔通塞车哦！这个月初有一个40多岁姓区的查某人，伫台北信义区的店里，甲朋友啉酒看卡球赛。因为烦恼讲停车场会关门，所以有啉酒嘛是坚持讲要先去甲车煞走。结果哦，车一开出停车场，就拄到警方临检酒测超标哦，就予以公共危险罪上班。这边撞到是不是？一点点这样。轿车拄啊开出去停车场，随有警员上前，对驾驶实施酒测。不够，再来，继续吹。0.36呢。当场抓到酒驾，就算是驾驶一直讲，伊只是要刷车，由员方以公共危险现行犯逮捕。经本所同仁拦查，发现该女子充满酒味，遂当场实施酒测。经酒测检测数值超过法定容许标准。警方调查40多岁姓区的女子，初五甲朋友约伫信义区酒吧啉酒，看世足赛，都惊时间伤晚，楼卡的停车场关门。伫朋友建议之下，先走去刷车，结果一开出去，就予巡逻警员发现。专案由警方侦办了后，考量姓区的女子性侵犯刑，而且是触犯等理由，予以原起诉处分。也毋过酒后开车开出代志，来看到一台特斯拉驶弯过路口，就予机车正面弄着。机车倒伫涂骹，车头全毁，零件是散甲规涂骹。警方协助到场，将骑机车的人送医，经过抽血检验，发现酒测值0.23超标。机车骑士身体多处骨折，查本案机车骑士经抽血检验有酒驾的情事。后续由本分队依法侦办中。45岁姓魏查甫人，11半暝10点外，啉酒了后骑机车伫新北市新店，甲电动车主发生相撞。因为目前伊也伫加护病房治疗，司法关系有待后续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南怀公路伫今年5月，搁再通车路，目前一天哦，平均是2000台车入山，有6000人次，所以嘛，制造真侪本色哦。公路总局的工作人员最近就看到黄血鸟去加游客单调的喙暗，有游客发现讲水源地附近拢总是粪扫。高雄市环保局是表示讲会加强来稽查。
警方好伫南怀公路附近山区找物件食，古早的画面全拢互架线工务单的员工翕落来。但过无偌久，工作人员就发现，警方好竟然伫甲游客弹掉的喙暗。乱丢垃圾都会造成一个环境的污染，另外也会造成生态的浩劫。我们就有发现有一些小动物，像是黄喉貂，它们就咬着他们的口罩，或者是一些用务人他们随便丢弃的便当纸盒。满山满谷的垃圾。毋那公路边的山坡有山友11侵入南怀秘境轻长水枪，所看到饮料加水罐顶粪扫满世界，就防弹伫水源地附近，怀疑是录影区也是餐厅偷弹的。美丽的秘境变作粪扫堆，就惊污染水源。高市环保局准备派人加强稽查。该处位于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区内，任意弃置垃圾污染水源水质，已违反饮用水管理条例。本局从一重裁处10万元至100万元以下罚款。路边停一大排的机车，工作人员就伫头前捡粪扫。等13档5月才重新开放的南怀，每天平均有2000台车入山欣赏美景。工务单长表示，一条路的开通甲复建拢无简单，希望因路人发挥公德心，莫互个人的行为影响到环境。记者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正有名的大东夜市，传出讲土地租约年底就会到期，有可能会收起来哦。无人别讲，台南市计共有48夜市啊，合法许可的只有14位。台东夜市哦，嘛毋是合法的夜市啊。市政府针对这无取得许可的夜市啊，会先来管制哦，嘛讲后续来辅导因申请许可证。台南市市长处的人员来到夜市考察，因为这个伫台南平实定位区选择商业区内底夜市啊，业者原底是向市府申请要设立会规商业街，事实上煞来经营大旺夜市，互人罚1万块。另外出名的大东夜市，嘛是因为无合法的设置许可，即马嘛传出爱收起来消息。台南的夜市这么多，不过根据市长处的资料显示，目前48个夜市，敢若14个是合法的经营。这个交通会比较乱一点啦，然后也比较嘈杂啦，哎呀，那可能卫生环境要稍微注意一下。在环境卫生方面会有点脏乱，会有它，那还有一些就是交通问题。那就是夜市的管理中心要好好的去评估这一方面的问题。民众大部分烦恼夜市会带来交通甲卫生的问题。市长处指出，目前要设立夜市的申请，大部分拢先冻结起来。那这34个无得到许可的夜市啊，是20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大多数拢设置伫咧车路排搭嘛排较线，无组织，所以无符合土地使用分区规定，无法度得到设置的许可。目前敢若会当管制辅导。那针对这些夜市，我们政府也来积极的辅导，就是管人、管地、管秩序哈，主要就是消防要安全，食品要卫生，环境要清洁，道路要畅通，那组织也要健全。好，我们都是秉持着这个目标来持续的一个辅导。市长处强调，现阶段针对也未得到许可的夜市，先管制为主，所落来会积极辅导夜市申请设置的许可。按算明年3月合法的夜市啊，就会当达到20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健保署对108年开始推动虚拟健保卡，这2档因为疫情使用的人是成长袂少哦。对去年的4万外人，今年已经有36万外人使用了。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是认为讲，虚拟健保卡会当来解决稳固医疗的金流甲物流，所以鼓励民众哦，赶紧去上班。扫手机仔顶头的 QR code 就随有病人的资料，这是卫福部当咧设的虚拟健保卡服务。只要使用健保快易通 App， 就会使申请使用。卫福部望透过这项服务，会使利便偏乡、离岛等地区看医生的需求。看诊了后，嘛会使用手机仔顶头的 QR code 到社区药局贴药啊。在越是偏远的地区，越需要科技来帮忙。台湾的分级医疗很重要，偏乡离岛居家医疗都是我们的要追求的一个目标。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已经超过36万人有虚拟健保卡，967间特约医疗院所完成虚拟健保卡的系统测试。但是根据卫福部伫2021年的统计资料，台湾包含中医、西医、气科、整体医疗院所有2万多间，算起来有虚拟健保卡系统的医疗院所占整体还无到1成。
应该算是开始在启动而已啦。我想在今天的成果发表会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运用。谢水员强调，新冠肺炎疫情这几冬已经确认台湾有法度推动远距离医疗。不过李必中表示，台湾民众要是较惯习加入医疗院所做实体看诊，安怎改变大家的想法是关键。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正地叶口草占管理成本大约3成，农委会地叶改良场就发展出一台地园的智慧口草的机器人，无需要人工，因为是食电的，麦当来降低温室气体的产生哦。针对咖啡田哦，伊嘛晓家己来配肥料来落肥，咱做伙来了解。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条感应器，互全自动口草机伫运作的时阵，袂去伤到农作物。这是农委会地业改良场的新发明。未来地农要口草，唔免规个田园洗透透。那它也可以做很精准的定位，也就是说，它不会去做到伤害到这个我们农产品、农作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方式。配合 RTK 的这个及时精准的定位的系统的话，它的误差是不会超过10公分。那未来的一个推动的方式，除了农民朋友可以自己来采购之外，那也可以透过相关的一个租赁的一个方式。地改场表示，全自动口草机只要4至6点钟，就会当将1公顷的田园的杂草除了。未来大量生产以后，农民会当用租的，减少成本。另外，种咖啡的农民要用肥，即马嘛有智慧标示，照咖啡树的生长时期，分出黄色、白色、青色甲红色，和肥料的使用袂相超过。它不仅它的甜度提升，然后还有它的这个香气。然后我们喝咖啡的时候的那种厚度跟甜感完全都不太一样，就不输我们之前的这个肥料，然后非常就是表现相当的好。智慧农业的时代，推动省人工的栽培，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记者麦上用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CNN 旅游的新闻，指出讲台湾的食物、自然的风景、甲人民的热情是优点，也毋过哦，交通的状况是无介好，甚至伫报道内底讲哦，来台湾过车路得爱细腻。有民代就批评讲，咱有 CNN 认证的地价交通，交通部今仔是表示讲，已经开始修法咯，车辆无让人先过，会加重来处罚咯，上济会当罚6000块。过路人行伫斑马线顶悬，啊，毋过小货车硬为路人的面前来等罚。CNN Travel 目前以专门报道台湾交通，表示危险道路是真有名，佮引用美国国务院的警告，对乘过车流当中机车爱保持警觉，过车路爱细致。报道引起台湾真大网友的回响。民间团体呼吁交通部爱全面检讨来改善。交通载具是互补，而不是相互取代。行人他需要一个实体的步行的这个行人的步道，他不是用一个绿色的油漆涂一涂。民代指出，人口数是台湾6倍日本，去年一年交通死亡人数2636人，台湾是有将近3000人死亡。台湾今年1到11月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佫比去年提悬。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对交通事故，较侪五县市已经甲地方政府联手来拟定对策。针对道路无安全的部分，交通部已经咧修法，要提悬无让过路人的罚款金额。我们现在立法院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44条的修正就是不礼让行人的部分会有重罚。会从3600到6000。交通部表示，过去市区道路设计拢是以车为本，即马慢慢的改善，确实也有真侪所在做无好，会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要检查心血管的疾病，拢爱靠影像、电脑断层来诊断。台北医学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就发现讲，其实会当靠血清内底一款扭卵白磷酸化的严重程度来了解动脉硬化的程度。这发现嘛，刊伫国际顶尖的期刊。共一条血管挂管的所在，血流流就较顺，内管也是分路的所在，就较会出现流动未顺的状况。像这种假诊疫区，台北医学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发现，较会出现动脉脉状硬化。佮进一步验证，中重度硬化患者的血清扭卵白拢会出现高度磷酸化的状况。扭蛋白的丝氨酸的721位置的磷酸化，对这件事情
好，对促进动脉硬化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它是受到不好的流场，好，它会激发，好。过去若要诊断到动脉脉状硬化，就要做血管造影、超音波、电脑断层等等的方式。即马医疗进步有新的发现，将来凡使用抽血，就当简单来判断。今若要安怎来预防血管硬化发生呢？研究团队讲，这非常的简单，就是加运动。它最明显的改变流场其实还是运动嘛，好，因为运动的话，我们的心跳变快，所以我们的流动变快，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研究团队对猪仔、鸟鼠甲人的血管掌握到血清当中流量比酸酸721的所在，若是有发生血乱流，速度唔对，就会造成高度磷酸化的状况。要若流量比，就当当作是动脉脉状硬化诊断甲治疗的成分指标比。这个研究成果也伫11月时登上国际头奖的期刊《欧洲心脏杂志》。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天文台欢迎做台语的天文学家蔡安理，这学期伫台师大开台语天文课，用台语来讲天文，嘛是一寡无共款学校有兴趣的学生来上课。这个距离，伊离咱愈远，伊离开咱的速度就愈近。哦，所以这之间有一个关系伫。用台语讲天文学，连导演出来 PPT 嘛，拢是台文。天文学家蔡安理这学期伫台师大地球科学系开台语天文课，用台语教天文，用天文教台语。老大人拢是咧讲台语，所以虽然我学过天文那个因若甲我问，像天文关系的代志，会当用台语甲因讲，安尼听有。授课的若有地球科学系，嘛有别系学生做伙来听，学期落尾报告科学相关的主题。我会晓写迄叫啥？罗马字安尼，因为我顶届我拢毋知是啥安尼，对啊，即摆会晓学迄罗马字安怎写安尼。有一寡专业名词，就是老师咧念，我就会听无讲啊，老师咧讲啥物，就要去。真少甲看详细讲，伊到底是咧写啥，然后佮去查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这学期台师大有奖励老师用母语授课，一直咧将 NASA 天文图翻译做台文的蔡安理是受地球科学系邀请来开课。那毋是因为我有咧做翻译，逐工咧甲遮个天文名词翻做台语，我感觉这无可能开起来，因为遮名词拢爱想。蔡安理表示，天文是伊的专业。台语是伊关心的母语，望两项结合了后，会当互母语继续探去无共的专业领域。记者林世豪、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高雄医大病院副院长陈胜峰，伊本身是整形外科医师，20当前就去越南义诊，替病人来开刀，互一寡癌症破病人卖当来恢复正常的外貌。伊嘛已经捌去替400外的病人整形咯。今年嘛得到5尊县长的肯定，咱嘛做伙来看伊的故事。阮为骹遮设计一个皮瓣，这个皮瓣会带血管，佮带肌腱。去做重建。陈胜峰医师用台语向患者真足甲解释开刀甲填空喙的流程。20多年前发现喙空癌的患者，这几年命救回来，指名找陈胜峰整形，因为伊技术好，佮就体贴。郑教授该有较好诶，黄处长啊，这个比你头型差。你看，我现在还没有整形，就这样，现在算。是错了啦，也就是一个缺口。如果说郑教授再帮我修复一下，应该会更理想。互患者尽量恢复正常生活功能，是陈胜峰医师这40年来的使命。对啊，我你上。你好，我郑医师哈。门诊看线，陈胜峰赶去病房，关心患者手术了后的状况。听到迄声吼，迄是去做血液循环的监测吼。伫今日出现严重的合并症，陈胜峰医师唔加考试，顶针提醒护理师后续爱观察的重点。
2002年，地信峰去学伊的老师很美手术前辈者中研院医师魏福全邀请，加入美国非政府组织微笑行动计划，去越南义诊，替气喙的患者开刀。这20年来，已经协助400多个囡仔恢复笑容，也栽培20多个精治医师。咱这台湾囡仔吼，唔捌看过世面，唔知影啥物是辛苦的。以前人帮助咱，咱即马富裕啊。咱即马有这样能力会使去帮忙人，咱尽量用这个机会。人伫咧讲医生爸母心，田胜峰家己画图色彩饱甜，病人的面膜啊也特别清。你看这囡仔咧，这个光线足光的吼，就是表示伊是主角。其他拢甲画啊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病人为中心的咱思想就是这款的。遐拢是越南医师，因拢足渴望会使得到迄新的资讯。光影内底也通看出伊献乎济世的精神。做医师吼，这是我感觉对我来讲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职业啦，对，所以莫着想钱，想着要安怎共服务安尼。咱应该追求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讲，你会使服务人，尽量来服务人咱讲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这款意思吼。2022年，吴尊贤公益服务奖颁予田胜峰。田胜峰除了感谢，也嘛有更较侪后辈愿意加入这条人心仁术的路，替患者甲自信甲笑容找到回来。记者阿敏珍、刘伟祖高雄报道。来看台湾时间12月11日，日本的北斗号太空船对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基地，由 SpaceX 的9号火箭送去太空，推动这个太空船计划。日本新创公司 iSpace 嘛，正做是头一间成功互定位太空船成功的民间企业。4, 3, 2, 1, ignition, liftoff. 台湾时間11下晝3點38分，也就是美東時間的透早，9號火箭在來自日本的北斗號太空船順利升空。月面のですね着陸日は先ほどもお伝えしてますけども、4月末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引き続き変わらないターゲット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こをですね目指してしっかりと進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iSpace 正做全球第一間以電力月球為目的的成立，佢和太空船順利升空的企業。當然 ，iSpace 的企圖心唔那是電力月球利益，即間成立只有12年的新創企業，希望會當去帶頭作用。在2040年之前，在月球建立會當提供能源的據點。この地で水が発見された。水から水素と酸素のエネルギーが生み出され、水資源のエネルギー基地が作られた。日本産經新聞引用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預測，包括衛星甲太空船發射等等太空相關的產達，在2040年會當超過1.5兆美金，是2020年的3倍，也是 iSpace 甲各國企業參政府積極競爭的大餅。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來看聯合國野生動物大會在巴拿馬舉辦會議，會來討論講看敢要來加強針對大約600種的動植物牧育的限制哦。因為最近頭版河馬喙齒的賊頭是愈來愈多，非洲國家是呼籲講應該愛禁止河馬的買賣。也毋過後面是認為講禁令恐驚會予野生的河馬生存是會愈面對威脅。外表溫順、實際正向懷，河馬最近正做非洲甲歐邊經濟話題，包含馬里尼日、塞內加爾等10個非洲國家，最近共同發文指責歐邊拍算喺14到25聯合國野生動物大會開會期間，反對國際河馬產品貿易禁令，會進一步讓河馬面臨生存危機。The EU Commission doesn't currently plan on backing such a ban because it says that hippos aren'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as a species at risk of extinction. 非洲國家特別要求保護河馬，因為過去10年全球河馬數量減少30到50%，原因除了生態地減少、氣候危機、人類衝突，佮因為非法拍獵，因的喙齒被看作是替代象牙產品。部分國家禁止賣象牙了後，河馬嘅交易佮出現增加嘅現象。為2009年到2018年，都將近14000隻河馬被當作是拍獵戰利品交易或者是運輸。保育團體強調，
后，有防比挽救较重要，免放任后备减少。另外，巴拿马保护团体是查数十只细只海龟，伫外太平洋海捕野放。这高水的猎龟最近这几年因为非法拍打、海捕污染、气候变迁影响，共款面临生存危机。Huevos no te sirven, los míos tampoco, no son afrodisíacos. Normalmente las personas dicen, los hombres principalmente, creen que al comer huevo de tortuga van a tener un mejor placer sexual. 保育团体指出，太平洋甲加勒比海地区的海龟，因为针对食海龟肉甲海龟卵数量一直减少，因多将捕出来的海龟放伫海捕顶悬，互因家己爬去海中，过程会留印记。希望这印记伫未来18年到20年内，引导海龟等于海捕继续生态。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